韩叔可没钱供他上重点。我听说我们单位马上就要招工了，这可比上学实惠。模拟测试，大家考的都不错。咱们班的韩刚同学还是第一，马丽仍然第二。但是值得庆贺的是，韩刚啊，不仅在咱们班第一，而且在全校第一，全区也是第一。如果韩刚在正式的高考中啊，你能正常的发挥，就能考上北大、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。同学们，咱们鼓励一下韩刚好不好？你要努力呀，韩刚。还有啊，最后一道题有很多同学没有答上，回头呢请教一下韩刚。咱们下边的时间呢，自习。韩刚，你帮我解答这个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道题啊，哎，韩刚，刚才老师说了，你要给我们全班同学来讲解这道题，不是说专门给哪一个人来讲这道题的。就是啊，跟大家讲讲。那，这是我的。哦，既然大家都想知道，我就给大家上台解了这道题。师傅，师傅，电报，家里来了。付病，寄钱。哎，师傅。啊，饭好了。回来了。呀，我先吃。洗手去。等着你爸和你哥一块儿吃。那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看见我哥跟冬梅姐在后面溜达。妈，那个，我先吃啊，我吃完还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？我不告诉你。找英子去了。别去啊！英子他爸都跟我说好几回了。说你们俩人现在就搞对象呢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我还臊，人家说的我这脸上都挂不住。你多大呀你？那你说的多难听啊！你再说你不偏心眼吗？我哥跟冬梅姐的事儿你怎么管？你跟你哥比呀，你哥和冬梅人打小一块长大的，你哥高中都快毕业了，你多大呀？你说你学习上怎么不跟你哥比一比呀？妈，我一直有个事想问你啊，我跟我哥有一个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嗯，你就不是，你是我捡来的。哎呀，我今天终于明白，那我跟我哥比什么学习啊？我哥那大照片都贴到学校的光荣榜上，可大了。他爸，哎爸，出门。家里还剩多少钱？干嘛呀？我孩子他爷爷又病重了，得寄点钱过去。可家里就10来块钱了。10来块钱，还是怕是不够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看能不能借点去。哎，那你哪儿借去啊？你吃了饭再去呗。现在谁愿意借人钱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，我总是不明白。你给我讲讲。行吧。哎，韩叔。爸，我又考了个第一。韩叔，不是全班第一，是全区第一。我们老师说了，韩刚啊，这样下去就能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。闺女啊，
你韩叔可没钱供他上重点。我听说我们单位马上就要招工了，这可比上学实惠。韩刚，哎，模拟分下来了没有？下来了，咱闺女考第2名。考第2啊？那第2名不错了。哎呀，小丽，考第2不错呀。哎，那第1名是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还不是那个韩刚，他是永远的第1名。韩刚，哦，我们单位韩立德那韩老倔的儿子是吧？他爸就1根筋，不过这孩子可能随他爸。哎，小丽，你别说啊，这学习真得有1根筋的精神啊！下回咱们再争第1啊！对，丽丽考上第2名就很不错了。嗯，为了奖励你考上第2名，爸妈今儿带你下馆子。我不去。去吧，啊，听话啊！要去，你们去吧，我才不去呢。爸，我想继续高考。高考什么呀？高考？你高考谁供你？谁养活你？他爸，刚子他们老师说的，说刚子能考上大学，说凭他的实力啊，可能还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呢。你说要那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们家就多一个文化人了。文化人，文化人又能怎么样？你不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吗？不也扫大街的吗？我们单位来了几个工农兵大学生，就会干那个表面功夫，真本事一点没有。让他干活全傻，靠自己的双手，靠自己的劳动，靠真本事吃饭，走到哪儿都踏实。爸，你理解的太片面了。哎，片面不片面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是个社会的主人。我对你们兄弟2个没有别的期望，只期望你们2个做一个好工人。啊，今后自己能养活自己。爸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提倡科学技术是第1生产力。我们老师说了，知识能够改变命运。没有知识，没有文化，再有力气也是蛮干。什么叫蛮干？哎，你给我说说什么叫蛮干？光有力气没有文化，就叫蛮干。